平行線。如果兩條直線之間嘅距離維持不變，呢兩條直線就係一組平行線，佢哋互相平衡。我哋會利用平衡符號嚟表示一組平行線。車軌嘅距離維持不變，佢哋係一組平行線。將火車軌用直線畫出嚟後，你會見到佢哋係一組平行線。我哋會利用平衡符號嚟表示一組平行線。我哋會利用平衡符號嚟表示一組平行線。呢條行車天橋都有平行線，我哋一齊嚟檢查一下啦。行車路兩邊嘅距離維持不變。將行車路用直線畫出嚟後，你會見到佢哋係一組平行線。可以用平衡符號嚟表示。我哋睇下另一邊，將行車路用直線畫出嚟後，你會見到佢哋係一組平行線。可以用平衡符號嚟表示。天橋橋墩嘅距離維持不變。用直線畫出嚟後，你會見到佢哋係一組平行線。可以用平衡符號嚟表示。好啦。依家可以俾汽車行走啦。你哋睇下，斑馬線，佢哋有平行線嘅特質，係互相平衡。我哋用線畫出嚟，就會見到佢哋係平行線。你哋睇下，跑步線，佢哋有平行線嘅特質，係互相平衡。我哋用線畫出嚟，就會見到佢哋係平行線。你哋睇下，欄杆，佢哋有平行線嘅特質，係互相平衡。我哋用線畫出嚟，就會見到佢哋係平行線。
同學仔，我哋嚟睇下呢兩條路軌。呢一條路軌，兩條鐵軌嘅距離維持不變，所以喺一組平行線，火車可以正常行駛過去。但我哋再睇下另一條，有好多建築工人都覺得好疑惑，因為兩條鐵軌嘅距離越嚟越接近，唔係一組平行線。你睇下，火車冇辦法行啦。